大家好，我係中意講旅遊嘅 ED。香港自從疫情之後有一股北上嘅熱潮，當中深圳係最多香港人去嘅地方。除咗深圳之外，今次嘗試去經港珠澳大橋，搭去珠海講玩講食。珠海其中一個旅遊地點必然係日月貝。由於當日咧係假期，有好多人咧都係去日月貝附近嗰度行街嘅。到咗景點之後咧，就必須要先醫個肚先啦，所以我就隨便揾咗一間。咁嗰個鋪名咧就叫銀記腸粉店。銀記腸粉店啲腸粉皮咧都好滑嘅，好似潮州腸粉咁。但係咧個韭菜餃咧就有驚喜嘅，我覺得煎得好好食。天黑咗之後嘅日月貝咧，佢嘅側邊咧就變咗個巨型嘅屏幕，咁用嚟咧係宣傳翻珠海嘅好去處嘅。商場之外咧，除咗有兒童遊樂場之外啦，我見到一間叫蛋夫人糕點嘅鋪頭啦，試食咗第一次見嘅龍井古早蛋糕。蛋糕咧就鬆軟嘅，有龍井味嘅芝士餡，同埋仲有龍井嘅泡芙，外脆內軟，都係咁好食。除咗之外呢，商場露天位呢都掛好多嘅燈飾，對於打卡嚟講呢就一流嘅。咁食飽之後啦，自然就會容易頸渴。我揾咗一間叫做簡也嘅茶飲店，當中呢選擇咗呢個招牌茶飲木雲英雄，見到一層層嘅 cream 呢，就外觀呢就非常之滿分嘅，而飲落去呢都係好好飲嘅，係滿分嘅都係。另外咧，仲見到一間精品店啦，有排期寄出明信片嘅服務。雖然我最後就冇試玩，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試下寄翻去俾自己嘅。翻到酒店之後，我就一定會食窯雞嘅宵夜嘅，度過翻滿足嘅第一日。第二日嘅目標咧係去景山索道，網上睇評論話咧係會排隊好耐嘅，加上當日嘅天氣咧係唔穩定嘅，經常咧都落住微雨。因為咧景山索道咧係喺落雨期間係暫停開放嘅，所以咧先去附近打邊爐啦，等停雨。咁呢間打邊爐店咧嘅選擇都好多嘅，價錢咧就麻麻地啦，類似香港平價火鍋嘅咁嘅價錢啦。優點咧就係可以任食雪糕啦。不過咧，其實我都唔敢食太多啦。當天氣停咗雨之後啦，咁即刻都去景山纜車買票嘅。不過咧，因為咧啱啱咧停雨，職員咧就話要上咗山之後咧先可以買索道門票嘅。咁上山纜車咧，其實都比想像中短啊，大約5分鐘到咧，其實已經到山頂噶啦。買咗索道門票之後啦，只係排咗15分鐘到咧，就已經可以搭噶啦。咁呢條索道咧，其實都比想像中咧仲刺激嘅，因為條索道咧其實唔係用電力嘅控制嘅，即係唔同我哋近時海洋公園嗰啲過山車咁樣，佢只係靠翻前面最前排嗰個工作人員啦嚟控制翻嗰個滑落速度。然而咧，我係必須推開嗰個剎車掣咧，先可以保持到車廂滑落嘅，所以都幾適合一啲膽大嘅觀眾咧去試下玩下。玩完索道之後啦，就去咗下灣夜市附近酒店就住一晚。咁大約6點左右啦，就行去下灣夜市。下灣夜市咧就分2個階段嘅，入夜之後同埋9點半前咧，主要嘅夜市會喺春風里美食街。雖然地方唔大，但係咧種類繁多。我揀咗間鋪頭食大墨魚，價錢唔算貴，啲墨魚彈牙爽口。可惜咧店鋪嘅營業時間咧只係得夜晚，咁我夜晚就唔得閒噶啦。之後第2日，所以冇辦法再次幫襯。仲有食田不辣，佢炸到咧好似薯條咁樣，個餡咧好似麻薯咁樣，有煙韌感嘅。而22蚊嘅價錢咧有咁多嘅份量咧，對於我嚟講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。另外亦都幫襯咗美食街嘅名店之一兄弟燒烤，揀咗食魷魚啊、雞翼啊、生蠔啊同埋茄子。咁我覺得珠海嘅魷魚咧，好似係同深圳嘅唔係好一樣，係特別好食。咁我覺得咧，咁多樣嘢之中咧，雞翼係最好食嘅。個雞皮邊咧係燒得好香脆，而食落去啲雞肉咧係可以鎖住肉汁，係值得首選去推薦嘅。而其他食物咧，對於我嚟講啊，只係正常嘅水平。咁喺價錢嘅合理情況下，亦都冇咁大嘅驚喜。而咧，我等到9點半之後咧，停車場嗰個位置咧就會突然間有好多個商販啦，係不停咁樣埋位啊，同埋擺放一啲座椅，咁個場面係十分熱鬧嚟嘅。所以唔怪之得下灣夜市咧近期係成為咗一個網紅夜市。咁喺商販嘅進駐之後咧，咁令到下灣夜市嘅選擇款式咧就增添咗好多。可惜咧就係頭先咧我哋之前咧已經食咗好多啦，胃口有限。咁啊最後揀咗一啲爆汁嘅湯包，即係去小籠包咁樣啦，魷魚串、大遼蝦同埋梳乎厘啦，嚟作為晚餐嘅結尾。不過可惜係啦，呢啲車仔檔嘅食物質素咧，我覺得普普通通啦，只係下灣夜市咧人來人往嗰種感覺啊，熱鬧嘅氣氛咧，咁好。如果要特登等到9點半先嚟食咧，好似又唔係好划算。買完嘢食之後咧，最後尾就翻咗酒店食啦，咁就結束咗第2日。
去到第3日咧，就揀咗去情侶路去踩單車啦，去感受翻沿路嘅風景啦。喺路途之中咧，亦都會見到地標之一珠海漁女，沿住海岸線咧，亦都可以到達到最後嘅目的地愛情郵谷嘅。喺內地啦，踩單車咧真係好平，用咗超過差唔多82分鐘啊，都只需要8蚊嘅人民幣，可以留翻下次咧繼續再租過再玩過。而愛情郵谷入面咧有一間麵包鋪啦，佢有一個招牌菜叫奶油蠔角，佢作為呢個鋪頭嘅招牌啦，係非常之外脆。而內面咧係好 creamy 嘅，係真係好好食嘅。而其他蛋糕咧，我認為味道好普通啦，買唔買都得啦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間 cereal 店啦。如果系列嘅粉絲咧，就必須要前來打卡嘅。不過咧，精品嘅價錢咧都貼近香港價，粉絲應該唔會介意嘅。對於我嚟講咧，就真係麻麻地啦。最後可以去翻呢個愛情燈塔度影相留念。到過翻旅程嘅最後一站，而珠海嘅交通咧就冇深圳咁方便，係可以咧揀翻咧 call 車去翻港珠澳大橋，價錢唔算好貴嘅啫，只不過要留意翻塞車，同埋咧早一啲咧去翻香港。車程咧本來係10分鐘左右，而因為塞車咧塞咗差唔多半個鐘嘅車程，先可以去到口岸。咁去到口岸之後咧，其實都有唔少嘅食肆嘅。最後我揀咗去一個脆皮嘅雞煲，168蚊有一個套餐啦，有清遠雞，有生蠔食，亦都搭翻個響鈴卷同埋河粉，就必定係飽肚嘅。我認為大家如果計劃嚟珠海嘅話咧，必定要食當地嘅海鮮啦。求其揾一間店鋪嘅質素咧都唔會太差嘅。對於住香港嘅我咧，係絕對係物超所值。最後咧，大家覺得珠海仲有乜嘢係必須要玩或者必須要食嘅呢？如果中意條影片，歡迎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，下次再見。